好，来继续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到校园来宣示5大反毒的策略。这个教育局甲台湾师范大学合作，用虚拟实境 VR 技术来做辅导，搭配着风芳疗法甲园艺治疗课，帮学生消透着压力甲情绪。嘛邀请着高中篮球联赛男女冠军的队伍做伙来推广反毒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开球，年度 HBL 高中篮球联赛男女冠军队拢到位。男子冠军0人加上，女子冠军队南山高中点功夫，冠军队果然好功夫。用运动鼓励社会大众迎接健康，远离毒品。反毒大概有5大策略，第一个是追根溯源。 多元的辅导、一人一师，以及善用名利，还有创新。我刚刚讲的是先导方式，所以校园的反毒，大家一起来，让我们毒品零容忍，大家变，好，甲做好。侯友宜宣示反毒，教育局嘛甲台湾师范大学合作，头一摆将风实境 VR 技术搭配芳味疗法，也有种花种草的园艺治疗课，多元的治疗，让学生消除压力甲情绪，进一步调整因的行为。